今日嘅話題咧就係尋找番薯的故事，咁係講番薯傳入中國嘅經過。我成日聽到人話啦，我哋冇嘢食都唔怕嘅，食草都可以頂好耐嘅咁固之然犀利啦，但係其實唔使咁快就咁悲觀嘅，因為咧食草之前仲可以有好多選擇。嗱，例如食番薯啊。今日就想講下番薯傳入中國嘅故事。嗱，一向以來咧日常生活裏邊，我哋都會輕視咗一啲對我哋有大貢獻嘅事物，例如話人成嚿番薯咁，即係話人蠢咯。但係其實番薯對中國人咧有極大嘅貢獻。番薯非常粗生，容易種，幾百年嚟咧就喺饑荒嗰陣咧，佢就救咗無數咁多饑寒交迫嘅人。番薯可以稱得上係救苦救難。一到饑荒咧，啲人第一時間就去掘番薯。平時睇佢唔上眼喎，饑荒嘅時候又發晒蹄騰咁去周圍揾佢，呢種態度係好唔啱嘅。所以咧，我哋應該感恩啲番薯。今日咧就係講番薯啦。番薯顧名思義咧就係外國傳入㗎嘛。番薯原產地係中南美洲。有關番薯傳入中國咧，有幾個唔同嘅路線同埋故事。咁我哋逐個講下啦。首先第一個咧就係由越南，即係當時叫做交趾，由越南傳到去廣東嘅電白縣。廣東茂名有個電白縣，有個霞洞鄉。曾經有一間番薯林公廟，喺清代乾隆年間建成。佢唔係紀念番薯，佢係紀念一個叫林公嘅人咧，係傳入番薯嘅事蹟。但係番薯林公廟咧就喺1956年咧已經被拆毀嘅。我哋根據道光年間《電白縣志》嘅記載咧，相傳番薯係出自交趾，即係今日嘅越南啦。咁越南人咧就嚴禁帶番薯離境喎，因為番薯好得滯，犯者死罪。邊個帶佢出境咧，就殺咗佢啦。喺明朝萬曆年間，廣東吳川人咧，人叫做林懷蘭，精通醫術。佢有一次去交趾旅遊過關嘅時候咧，就遇到一個關將有病啊。林懷蘭咧就將佢醫好咗。關將見到佢咁叻醫好個病，就推薦俾國王個女啊，就大家有相近嘅病，咁亦都醫好翻佢。國王就好開心咧，就賜佢食熟番薯。林懷蘭就要求我想食生嘅咁。一聽就知佢想點啦咁。佢就國王賜佢食生番薯，佢就偷偷地將背脊番薯咧就收埋啦，然後咧就好快咁樣想離開越南啦，翻中國。過關喎，過關關將搜查，查出嗰半嚿番薯喎。喂，點解啊咁？林懷蘭就據實答啦，我想帶翻去，可唔可以放我啊？咁個關將就為難啦。佢話：嗱，今日嘅事，我係食君之祿噶嘛，放你咁我咪對唔住國家咯。但係唔放你，你係醫好過我喎，咁又不仁不義。於是佢選擇咩咧？佢跳河死咗。咁林懷蘭咧就翻咗廣東。林懷蘭本身吳川縣人，佢外公就住喺電白縣霞洞鄉。佢細個時候咧就喺外公嘅屋企度生活讀書咁啦。佢人生大部分時間都喺霞洞鄉度過，所以咧佢將帶翻嚟嘅番薯咧就喺霞洞鄉嗰度種植，就喺廣東度周圍種。當時嘅人民咧就因此咧就度過咗一啲饑荒嘅歲月，有番薯去食啊嘛。因此咧就建廟去紀念佢啦，就建咗一個番薯林公廟啦。廟前邊咧仲有副對聯添嘅，上聯係傳薯遊外國，下聯就係祖廟建中華。廟內邊咧有兩尊神像啊，一尊就係林懷蘭，第二尊就係越南嗰個關將。以上個故事嘅陳述就好似有啲戲劇性喎，可信性係點咧？各位自行判斷啦。番薯林公廟其實係確有其事嘅。
咁但係可惜就喺1956年就被拆毀啦。第二個番薯傳入嘅途徑啦，又係由越南呢次又叫做安南喎，傳入廣東嘅東莞。我哋睇翻《東莞縣志》有一個叫做陳益嘅人，佢係虎門北閘人。喺明朝萬曆年間咧，佢就乘搭佢朋友嘅商船，由虎門出發，就去到今日嘅越南啦，即係安南啦。到達咗安南之後咧，當地嘅酋長接待佢哋咧，就擺出一道官菜官家菜。呢道菜咧香甜軟滑，非常可口，就係番薯啦。咁陳益食過之後咧，就特別留心呢個番薯。2年之後，決心要將番薯帶入中國。但係當時咧，越南咧又係禁止番薯出境㗎嘛，好得滯啊，又唔使種又有得食。於是陳益就出絕招啦，我哋個絕學啊，賄賂。咁啊賄賂啲兵卒，將啲番薯咧藏喺個銅鼓度，偷運出境啦。返到東莞之後咧，陳益唔知道點樣種法嘅，其實佢淨係識得將佢埋喺個花園度啊。咁啲番薯咧就慢慢長出一啲薯藤。咁有一次咧，陳益佢個僕人見到啲薯藤就好好奇啊，就拉啲薯藤出嚟。咁一拉之後拉斷咗，咁個僕人就好驚啦。個老爺係揾條命搏帶翻嚟喎，佢而家整斷咗佢喎，就驚陳益怪責佢啦。咁就將嗰啲斷嘅薯藤咧埋喺個泥裏邊，就唔再出聲啦。咁點知過咗一段時間咧，嗰啲薯藤咧就長咗芽。陳益見到呢啲芽，咦，有啲薯藤搣標啲芽出嚟嘅，咁好開心喎。咁呢個時候咧，即係個工人就多嘢講啦，坦白招供啦。陳益當然冇怪責嗰個僕人啦，仲讚咗佢幫咗個大忙。佢終於明白番薯應該點樣種。從此真正掌握咗番薯嘅種植技術咧。陳益咧就大量咁喺呢個地方咧種植番薯，廣為傳播。佢揀墓地都揀喺番薯田附近即係死咗都要伴住啲番薯呢個咧就係第二個傳入嘅途徑。第三個途徑咧就係由菲律賓，當時叫做呂宋，就傳入福建。明朝萬曆年間，福州人叫做陳振龍，佢就去呂宋，今日嘅菲律賓咧經商。陳振龍咧就見到當地有啲珠樹紅色嘛，所以叫做珠樹，就好容易種植嘅。佢就聯想到咧自己嘅家鄉福州咧土地好貧瘠，成日都有饑荒嘅，咁就有意咧就引入番薯啦。但係菲律賓又係唔准帶番薯出境。咁陳振龍咧就將啲薯藤咧就編入個藤籃裏邊，就變成藤籃嘅其中一部分，就將呢啲珠樹咧就帶翻去福州。呢一年咧就福建大旱饑荒，福州嘅巡撫金學曾咧就好頭痛啦。點算好咧？咁陳振龍咧就叫佢個仔叫做陳經綸咧，就向金學曾咧就呈報咗一份獻薯藤種法稟帖。金學曾接受咗，就通令各地咧就如法栽種，結果就豐收。福建嘅饑荒咧就可舒緩咗啦。咁福建人咧就好感念金學曾嘅功勞啦，就將珠薯改名做金薯。又因為嚟自番邦菲律賓所以咧就又叫佢做番薯啦。陳振龍咧就代代都喺度種番薯。去到乾隆年間咧，陳振龍嘅五世孫陳世元咧就編輯同埋出版咗中國第一部專書講番薯嘅，叫做《金薯傳集錄》，就講述番薯傳入嘅資料。清道光年間咧，福州嘅人民咧就喺烏山呢個地方咧就建咗個鮮薯亭，就紀念陳振龍同埋金學曾嘅。喺今日咧，我哋都仲可以見到鮮薯亭咧，
前面有副對聯嘅又係嗱，引鼠扶窈窕，德遵媽祖，救民於饑饉，功比神農。將陳振龍嘅功績咧比作媽祖神龍，啲神嚟嚇。咁啊反映咧佢哋陳振龍咧佢引入番薯咧係造福咗後世，好深遠啦，影響好深遠。我哋總結啦，中國嘅人口啊，西漢末年都係6000萬左右，明代極盛嘅時候咧就都係6000萬，去到清乾隆6年咧，去到1億4000萬。去到道光15年咧，4億以上。咁清末人口咧大概4億5千萬左右啦。咁個數字點得出嚟咧？我哋可以睇下中日甲午之戰失敗之後咧，譚嗣同有句詩係咁啊，佢話4萬萬人同落淚，天涯何處是神州。而庚子賠款咧，亦都係4億5千萬兩。點解係4億5千萬兩咧？每個中國人罰1兩嘛，可見清末嘅人口咧已經大概有4億5千萬。中國人口嘅迅速增長咧，同明朝晚年輸入番薯咧關係應該好大，所以喺度要向番薯致敬啦。